切经典，有切经典，记住，要就是当到记录啊。新都市我所传呢，拢是传这三步。那么简单，这心情啊，我就修这三步首先呢，咱用两后的时间来讲三步，讲这三步对过来，讲起来，真技巧，真技巧就对了。那么我就把这个重点，安尼是一个了解。